阿弥陀佛，哆啦先生。哎，阿弥陀佛，你讲对啊啦。啊，你大哪要加小金票啦？我是真的啦，是爱去尊敬咱的神明的。你真正要去拜拜？真正要去拜拜啊！今仔日要带大家去拜拜吗？哎，真正是爱去拜拜，但是去什么款的特别的庙呢？等下就知。今仔日就是爱去拜拜。全台湾有足侪庙，每一天呢，大家都有机会去拜拜。咱开始拍节目之前，拢会去拜拜嘛，爱拜拜。是啊，拜拜呢，庙呢有拜关公的，拜妈祖的，济公，你知有拜动物的，拜外国人的。拜外国人？捌听过？捌听过哦。对啊，我的导览城市拢会带你去。哎呦，水，安尼今仔举香来对拜。好，来对拜。要拜拜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公庙嘿，去拜拜拜到得奖的。哎呦，我知。你知吼？我知。大宝啊，是你啊！哎呦，公庙拜拜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好神奇。师兄你好，师姐你好。你时阵你得奖迄天你是派王爷是？你讲领奖迄天，领奖迄天，我就请阮的客伯王爷公入去坐伫典礼现场。真的？是啊，我真正有看。你有看？我有看到，因为我伫台上。了你。我颁奖给伊，我是你颁给伊，我看到王爷就伫遐，就感动，真的就感动的，就有力量。后尾手你知我甲朋友解说偌济无？因为伊一届互我2支奖，后壁无，迄毋是阮熟悉的关系，你知道？有缘呐，有缘呐。有早王爷去有差，我较早讲的，我去3年3摆拢无得奖，我就是无早王爷。你拢是拜元乐啊？无啦，我隔壁坐歌哥，伊无为互我客。王爷，总无可能讲歌哥坐遐个，歌哥歹势，王爷我看头壳叫。歌哥坐伫遐嘛，敢若千岁呢。富千岁。我袂够啦。而且你最后你咧讲的迄个感言，你是讲台湾真哦。真哦。对。什么意思？台湾真哦。真哦，就是一个欢喜的意思啊，就是通常咧，伫咱庙宇啊，是新年要出发之前，会用一个画口号、画休者安尼。哦，真哦，真哦，真哦，这样子真哦，对，就老人，反正到尾啊，你不管创啥都真哦，真哦，当然真心真哦，对，安尼你有了，啊，拜拜，大家拢有经验，今仔日的拜拜的故事较无共，大家请坐，来介绍咱的专家，我的导览先生吼，伊自小学的时阵就开始看足侪册，讲神明啊，讲庙宇的啊，大汉了后，伊就全台湾4界去看庙，无管是大庙、小庙，伊拢会去熟悉，因为伊感觉会使甲大家介绍庙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。但是呢，师兄师姐吼，你今仔日若有啥物烦恼，爱拜啥物款的神明，伊拢会甲你讲，甲你解说。好，咱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奇庙调查员阿海。欢迎阿海，阿海老师。咱今仔日都着靠你啊！好，无问题。来，咱来开始导览之前有口号要画一个。好，来画口号。来，台湾上亲的感情伫咧庙是。有拜有保庇，无拜。若无拜的，就来看导览先生。后壁做庙讲会使哦，这有通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自细汉就读这个公庙册？嘿，有看这方面的册啦。因为我是下港来，我东港人。啊，阮遐就是介侪宫庙。东港就是文王爷。文王爷。嘿，阮自细汉看遮嘛是会好奇，所以后来就去看册，去现册安尼。啊，你拢讲，你今晚要求姻缘呢，都要去拜元老。嘿啊，一般会安尼讲啊。是安尼嘛？嘿。啊，若无一般的，你会安怎讲？哦，即马是讲，
定咧媒体啊，顶管的讲求人去拜月老安尼，但是其实有一寡女性的神明伫嘛是有处理这款的请托，比如讲成凤爷，毋是有成凤夫人，啊有的王爷身边有王妃，还是讲福德正神身边有。土地婆，土地婆，福德夫人，这拢是会使的。这拢会使求姻缘哦。嘿，你佫加足侪好求安尼啊！你求啊，你有去外乐，迄爱拜偌久，你知无？真诶啊！还去成凤，迄成凤爷王妃听起来敢若较厉害。安尼有救啦，有救。靠时间，靠时间。豆豆听你要求足侪。系啊，我讲足久啊，讲到人要关门啊。啊，若是讲啊，同性的。同性的要求姻缘，其实照理来讲，拜月老嘛是会使，但是有的月老伊会生气呢。有的对，有的描写安尼讲，但是只是讲一般来讲，伊讲迄月老的册内底，伊是讲姻缘，伊讲的毋是爱情哦，所以若是讲姻缘是咧结婚的话，即马台湾这个已经合法了，所以照理来说，应该也会算是月老的业务之一。讲到这，我感觉今仔日应该坐一位才对。你嘛是先知，你嘛是。讲到迄，你你有啥物要讲？其实我有一遍去高雄高山，嘛是一间地价店，迄月老伫遐。地角地，嘿，地角地，伊拜东角大地，啊，伊的辈数是元老，啊，元老遐咧有求花嘛，咱讲你要求爱情，你要求查甫的，就求白花，啊，要求查某的，就求红花，安尼而已。伊不管你是查甫还是查某，你想要求查甫，你就是求白花。我问讲主委啊，我讲啊，这伊个特别写伫顶悬哦，个中文英语两个交换安尼哦，讲你同性的要安怎求，伊有甲你教哦。啊，我讲咱庙的，而且咱祖师是东角大地，这司法神真悬坎的呢。伊讲当时伊有降价指示，伊讲现代社会真在进步。啊，人甲人伊要求爱情，求幸福。啊，神明甲保庇迄拄好尔。袂使甲动啦。系啊，所以就足简单咧。你想要求查甫，你就求白花；你要求查某，你就求红花。迄间庙楼顶个传言仙书。你若是求了，你感觉无好，你是要斩断这姻缘，你会使去楼顶。你若看到有个人楼顶楼骹走来走去哦，都无用啊。倒一间庙，你敢知伊是讲倒一间？其实无介侪庙拢有这方面的神明还是业务，但是讲较传统的话，有的是讲你有一寡代志是姻缘的迄个救定啊，感觉讲有人甲你高高定是安怎，还是无想要伫的话，你嘛去会当去庙内去甲道士讲，我要斩桃花。道士，拢有办法啦。嘿，这伫北部嘛是有的。是。今仔故事非常精彩啊！非常生活化。对啊，好啦。没有故事就多。真的，马上来听大宝带来这个导览。无啦，不是你，咱来欢迎他。咱来欢迎阿派老师来。大家好，无烦恼，我是阿海，今仔日来带大家看一寡特别的庙宇。哦，赞！安尼第一站呢，来到台中吼，来看到这间的叫做七将军庙。大家看一下，这看起来，将军，嘿，七将军，啊，恁看头前伊只介侪神代表来放火来伫遮，所以你看伊的香火有旺无？有。啊，这七将军是咧拜什么神呢？七将军毋是七个将军哦，是一个人。有讲是七个啊，嘿啊，但是伊唔敢若是人尔，佮有的是动物。佮有动物哦。嘿，然后来亲像这个七将军的故事咧，就是在讲一个清朝的时阵咧，迄阵呢有介侪人来到台中遮生活，来遮发展，
但是安尼嘛是占了原住民的土地。啊，有一日咧，就是讲有一寡的军兵出去巡逻的时阵，去拄到原住民的埋伏。啊，迄阵呢，双方就开始相杀啊。啊，伫这个时阵呢，因所在的即只军犬呢，就走转去城内去讨救兵。啊，但是讲，若是救兵来到现场的时阵呢，遮个军兵呢，拢已经战死啊。所以呢，即只狗仔当场竟然伤心甲假肢自尽。哎呦！哎呦！后来遮个民众会就甲遮个牺牲的军兵甲即只狗仔的收带做伙，啊，甲起庙来奉祀。啊，即摆原来看讲伊的梦境的即个金身吼，这是即个伫柳树南的即个因的梦边仔才有七将军，就是咧奉祀遮。遐几个牺牲的军兵，啊边仔咧，阮才有看到，有只狗，嘿，一只狗，即个就是当时迄只军犬，啊，因的话讲义犬将军，嘿，尊敬伊，嘿，尊敬伊的义气，啊，这是梦境的造型，啊，我来看庙内造型，嘿，来遮阮看到讲，义犬将军的伫咧庙内金身是安尼，啊，佮有穿这新衣，嘿。啊，而且伫遮要注意一个所在，就是讲你看边仔，伊就遮就是去将军的即个精神，所以呢，即个义犬将军呢，伊是向神明做伙放伫桌仔顶的哦，伊毋是讲从好野伫的，嘿，毋是伫下骹，伊是伫桌仔顶的，所以即个我反映讲，咧在地人的心中，伊的即个地位，嘿，而且呢，真正的有。在地人是有讲吼，迄伫咧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毋是有拍迄南洋战争。啊，在咧，若是讲有一寡子弟咧，因有去做兵，去南洋去烧战，有诶讲有伫咧迄个丛林内底，热带丛林内底有听到迄狗仔咧叫诶声音，敢咧甲因带路，咧甲伊引导，甲佮保护。啊，后来因为南洋倒来时阵诶，落倒来。来遮感谢即个义犬将军吼，就是感谢伊讲，有来甲大家保庇，互大家平安，搁倒转来台湾安尼。所以啊，若来即间公庙拜拜，就是求讲，比如讲厝内底有人要去做兵的，啊，希望伊会使做兵啊平安顺遂安尼。嘿，有诶是安尼，啊，一般平时有诶嘛会讲，你若是有物件碰见啊，找无来甲义犬将军祈求一下哦。我会找物件，伊会甲你找物件哦。狗仔无小心走去啊，嘛会使求吗？求伊转来。对呢吼。有一寡较甲恁厝内宠物有关系的代志嘛，会讲来拜义犬将军安尼。这而且足侪拜动物神，尤其拜狗仔公诶，其实足侪个有特别是求保庇囡仔哦。你只要囡仔骂好歹药饲，所有囡仔的代志拢问伊，啊，包含拄则老师讲的找物件，也是讲恁兜的猫仔狗仔毋知走倒去，问伊，迄足灵性的。哦。所以其实咱台湾足侪即种有拜狗仔神的，真侪嘛是拢请伊保庇囡仔，因为毛小孩甲小孩差一截尔。对，其实即摆拢甲遐拢当做家己小孩，真的是啊。啊，一般的，阮拢台湾人最爱拜财神爷。对。系，俺定讲保财神带的是迄号将军，啊，那文财神咧，会带的就是这金圣孔雀。孔雀，这是孔雀。嘿，孔雀，嘿。看较近，看无啥。还有加红色，嘿，金圣孔金圣孔雀。哦。这毋捌看过，毋捌看过。迄种动物咧，你毋捌看过？无看有欠钱，无看钱嘛捌，你嘛毋捌对无？因为我以前动物咧，财神就是好爷。嘿，一般人讲好爷。啊，即间咧是伫咧嘉义，伊拜文财神是讲商朝的比干。比干。嘿，无心嘛。比干无心嘛？我看你爱甲故事小讲者，你直接讲结论，你看伊会惊。啥物比干无心是因为伊讲商朝的时阵，比干伊是一位忠臣。是。啊，因为伊就是足好胆，伊拢会甲迄个甲皇帝讲啊，你安尼做唔对，你爱安那安那。
啊，因为迄段双调是纣王嘛，啊，纣王就歹嘛，伊就讲你敢安尼甲我引好，伊当场就甲伊的心挖出来。哎呦！啊，所以民众就感念讲啊，比干伊其实是一个无私的人，伊佫足忠心的，伊哪会去互安尼处罚，去互安尼刣死？所以人就甲纪念啊，因为伊无心，所以伊就代讲无私啦，啊，所以伊就变财神爷。一般就是讲，因为民间的传说讲，伊去做财神爷，啊，玉皇上帝就赐伊一只。金孔雀，嘿，啊，阮看到讲，这个金孔雀嘛是红树伫咧下骹的，啊，头前呢，哎，信徒来甲拜拜啦，甲求财吼，除了有这个红树这个青地以外，边仔佫有这个稻啊，嘿，因为伊爱食，嘿，它是鸟禽嘛，这样子，嘿，啊，这就是嘿，对，小我讲迄个概念安尼，啊，这就是讲。阮第一站咧看的中不神，安尼。哦。来后一站是倒位呢？嘿，啊后一站呢，阮来到遮是嘛是伫咧嘉义，但是小可无共哦。啊，阮大家来看即间庙，伊有看没有？来，遮有啥物神明？王爷。嘿，对，就是王爷，遮有五虎千岁。但是咧，伫遮的神明当中咧，有一尊，伊头前有写红纸，佮加。标出来，日本警察义爱公，那是讲日本警察义爱公呢？啊，因为伊穿这个穿神衣啊，穿神明衫，安尼我看袂出来，所以我来看伊金身原本的模样。嘿，来遮，安尼讲有看出来，真正是一位日本。嘿，我看讲穿制服，啊，佮有摕一支军刀，这是讲伊是日本时代伫嘉义的一个警察，伊个。身川先生，毛利高上，嘿，啊，像怎也去有在地人会当做神明咧，嘿，就来看讲庙内嘛是有伊生前的代志吼，哎，这张来遮，就是讲吼，这个毛利高上诶，伊来到嘉义遮来做警察，啊，竟然呢家己开钱请老师来遮。教囡仔读册，啊，老师佫会甲大家宣传一寡卫生的知识，嘿，所以互大家咧就非常感念以后，感觉讲哦，你来做警察，佫来教阮安尼斗3工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即卖一般嘉义人会信徒会叫伊义爱公，安尼，啊，这个故事咧，就是讲诶，有一个村民，伊去海边仔做工课，伊个骹会刷去互迄。蚵仔的壳，挂到老伙老弟，啊，煞袂顶袂当，啊，佮就伫咧足危险的时阵呢，即个义爱公拄好巡逻经过，啊，就走迄个去海边去甲伊挨倒来，但是即个过程中呢，义爱公家己嘛是受伤，嘿，啊，后来咧伊就去互佢当作说伊是救命恩人，安尼，只是讲咧有一日咧，就是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台湾的总督府要做一个税制改革，就是要收税的事情。啊，在地人诶，就去甲义爱公反映讲，即个新的制度若是用落来，阮大家生活佮过了佮愈艰苦安尼。后来义爱公诶，就去甲伊诶上司反映啊，讲安尼遮诶民众安尼生活困难嘛，还想袂到伊去伊诶上司骂，而且伊诶上司佮感觉讲，你是不是在煽动民众？不要缴税。啊，结果义爱公伊就感觉我心内就足艰苦的，过来有一日伊就伫庙边仔的蒙仔埔的机场自尽。啊，伊的遗书内底就是写讲，伊无法度完成民众对伊的家的拜托，啊，佮去互伊个上司来甲怀疑，伊是真正是无法度啊，只好咧用家己的性命来证明，安尼。啊，这个代志了诶，在地人诶嘛是讲非常诶伤心嘛，啊，就甲封锁起来。啊，是安怎到即摆去变做神明诶？这就是搁经过几年了后咧，有一日这边诶保证竟然呢，啊，大家讲，我昨暗梦到义爱公诶，伊甲阮讲爱注意卫生，啊，怎食食啦，啊，出入啊，遮啥物，拢爱注意，拢爱注意。啊，叫大家想讲，那会是安尼？啊，反正咧，因为义爱公讲的嘛，啊，无就照安尼做。结果是安怎咧？因为迄阵下港遐有即个
流行这个传染病。嘿，但是因为大家有照伊爱讲托邦讲的去做，就是超前部署。结果这边的在庄内煞拢平安无事，所以后来大家就非常感谢伊，就该做这个更新起来，就该就真正是当做神明安尼。所以即卖有一寡人会来去拜拜吼，来拜伊爱讲嘛是咧拜讲嘛会当求身体健康的安尼。因为伊本地嘛是一个警察，所以嘛是有人来拜讲系物件碰见啊来家求安尼。这张这是大符，伊爱讲的大符，就是讲这是互人会当来请的，请等于带伫搭伫咧厝内，讲安尼保平安。嘛是有人讲会家己当做着一个神明册啦，会来甲奉拜安尼。看讲庙内印这个伊爱讲的大符，安尼表示讲嘛是介侪人来拜，介侪人来请，嘛是显示讲伊伫在地人心中的一个地位安尼。真正有拜外国人的庙呢。这就是讲我们拜。拄则是动物，即嘛是外国人，过来是过来即间大家看即间庙，伊的庙体来摇看卖啊，伊内底拜神明，可能是来自什么所在咧？保安堂有2个可能，保生大帝，保生大帝，无就。讲叫尊王吗？这是你为伊的名来摇的，但是我拄则讲的是庙体，伊的建筑物风格，这是你看，对，和一般的台湾的宫庙敢若较无共吼。日本式的，对，鸟居嘛，我看伊内底，这个神明。嘛是话日本人。看起来嘛是日本人，看这个喙鬚啊，夹这个棍刀，但是你看伊的衫，和伊爱讲无共。伊爱讲是警察。这位是海军对，海军的军服大家看伊家呢写海虎大元帅。你目睭好呢，你安尼看。海虎大元帅，这是啥物事呢？这是讲这间就是伫高雄啊，就是讲自早迄边的渔民，我来拜这家拜出来掠鱼拢足顺的，佮平安佮大趁钱，所以就一寡人就来家起一个神庙，佮用这个更新起来。后来是安怎讲？佮用甲呢有这个军舰的，就是有一日吼，迄庙内登机。发起来，竟然是讲日语。日语内底就是咧交代讲，伊就是日本时代伫咧军舰顶悬咧做指挥官，但是咧伫南洋战争的时阵咧战死啊。所以咧，伊都感谢遮个信徒吼，该奉祀起来，但是伊会希望诶，该带转去伊的故乡去Okinawa。在地人想讲，这真啊假啊？反正就是过啊。结果咧，去到琉球遐，真正是伫遐诶护国神社内底看到一个镇魂纪念碑，就伫迄个纪念碑顶悬看到讲，就是当机发起来讲的讲38号军舰有写伫顶悬，所以后来大家就讲这个海虎大元帅真正是有灵有性，所以咧。有即马讲有更新之外，这庙内阁有即个军舰的模型放遐安尼，算是讲纪念啦，纪念伊生前是军舰顶悬的指挥官。即马除了讲渔民会来拜拜之外，其实嘛有一寡日本人会来遮上香安尼。亲像阮拄则讲的，讲伊来讲伊的。日本的子孙后代其实有时阵嘛来台湾遮拜，安尼。这两间拢算是讲即卖的事件，讲有的日本人来遮参拜的即个庙宇，安尼。哇，真趣味呢！第一届听到。动物跟外国人。好，咱有准备几个题目，来甲因考一个。好，今仔日炸一寡物件。哎呦，军帽。嘿。大家来看这个军帽，阮一般神明的有戴王爷帽啊、太子帽啊，是啥物神明会戴这个军帽咧？摇看卖啊！我是知影阮中华敢若花坛有一间迄个土地公伯，
土地公伯的庙，啊，迄阵土地公伯啊，伊嘛是有地无啊。有无啊？哎，伫咧阮中华，啊，而且敢若要300年啊。哎，啊，你我嘛，军无就是因老就是军人啊，啊那以台湾的军人，毋是郑成功就是。郑成功的 DJ 应该是 DJ 吧？郑成功的链条，你拿明朝的剑斩民国的花。安尼就是迄个安尼就近代啊，近代军人嘛。安怎是这样？有讲有遐厉害的军人？来，你讲者，你讲。其实这有两位新名，一个是伫咧金门，金门的将军。袂贵姓啊？有参加过823炮战迄个副团长，伊的身上就是穿军衫，啊，佫有一位咧非常知名，全世界有名的人，伊伫咧基丁的感恩堂，伊就会戴军帽，伊拜的是蒋介石。到底是毋是？是毋是？到底相好，我来看答案。答案。哦，正确，就是蒋介石，就是讲感念这个蒋介石，讲带因来到台湾，嘿，啊若无的，大家拢去互共产党来统治。其实讲这间庙原本毋是庙，伊是灵堂。灵堂。嘿，蒋介石过身的时阵，伊踏一个灵堂，啊是因为大家都非常怀念伊，就讲啊是带来到台湾，安尼吼救大家脱离这个共产党，所以咧就改做一间庙，啊，佮有做金身，安尼原本有戴迄个军帽，啊，只是讲后来讲蒋介石来托梦啦，就是讲你甲我戴安尼，我全副武装，逐日拢伫遐巡查，哎，伫遐洗伫庄内安尼洗，要巡逻，我们没办法休息，所以后来咧。民众哦，安尼就改，嘿，无爱摕来，来讲以后就改做有重要的代志，有重要的日子，啊，甲改立起，嘿，就是全副武装上去这样。后一题较生活的，对，较生活，可能想袂到。米粉、莲藕、甘蔗，嘿，就是阮一般讲去庙来拜神明，会炸糖仔饼、粿子，啊，若是用这个米粉、营养。甘蔗，这个组合是咧拜什么咧？大家要看卖啊！拜是拜什么对象？对象，大宝，你问伊啊？拜你知我唔知啊，真真唔知啊。拜好兄弟啊，普渡，好兄弟。有啥？米粉啊。米粉是啥？米粉伊安尼一直牵咧安尼，啊食好食较饱米粉。食较饱，我会记就是足澎湃，足济。对。我是唔知影，不过连根基我知影是正经是普渡上有用。甘蔗是讲伊若行咧路的，然后其他好兄弟来抢用甘蔗甲卡。这你讲的哦，这不是乱讲啊，嘿，这你讲的哦，我有啊，就写就一定安尼啊，对，系爱讲咪讲话，别怪烧钱。报应啦，嘿。好啦，咱来看这个澎湃包有甘蔗、莲藕加米粉，到底是做啥物的拜相的呢？好兄弟，而且伊是咧7月是要普渡在用的，啊，这个普渡的渡，阮一般嘛有写没有3点水的度，普渡，哎，与普渡众生，嘿，啊，是安怎用这3个咧？就是讲诶，那是要互好兄弟的外带，较好食。因为讲普渡的时阵来遮食青草，啊，若是讲食了的，佫想要包转去，安尼的话，会当用这3个，这3个是咧做啥？第一个营养，营养卡，就来做行李箱。哦。嘿，好，这个米粉的，米粉是热色啊，大概8号安尼。啊，第三个。甘蔗就是做扁担在用，而且甘蔗不是有节嘛，一节一节嘛是讲节制，好像是讲，对，你来食普渡啊，我较有站杂的，食了收收的，包包的好康来走，卖搁留伫家，对，卖比较流乱安尼，了解。啊，这就是阮普渡外带包。哇！啊，讲到这亲像讲拄仔讲的有动物的神明啊，日本神明。迄就是讲到做
台湾的历史，真的是历史咧内底，嘿，拢是反映伫这信仰内底。啊，像讲有的人会拜日本警察，啊，有的人拜讲蒋介石，所以讲因伫台湾的评价可能会无共，正反面都有。但是这就是反映讲，阮台湾的族群记忆无共，因为大家历史记忆无共嘛，所以反映出来的信仰嘛无共。这是典型讲阮台湾的多元文化。是啊，因为拜拜就简单的啦，我就谢谢啦，我足多谢你的啦，我就甲你奉做神明安尼拜，外小情的台湾人啥物都拜。就是重感情，重感情，重感情。啊，你有这个足有感情的好朋友要来无？我即马大概请伊出来。是来请阿海的导览好朋友呢，就是红头老师啦，道士老师，师公啊，嘿，师公夭夭老师。来好。阿海今日叫我带来炸这个吼衫来，有对，嘿，互大家点评者看者。是啥物衫？你拄则讲伊是啥物职业？咱讲道士，道士是吼，咱即马讲好听，吼，道士英文是做道教的，吼，但其实古早吼，较透定叫阮师公啊。师公哦，就咧讲的。其实师公小可有吼，迄个看袂起的意思啦。看你安怎讲啦？你唔是道士。你无迄个没有那个道教的知识你只是用道教的外形咧帮人处理代志，也是做这庆典但是即马大家拢叫道士啊啦，道长啊，道长，对啊。其实要做道士咧，真困难呢。安怎讲？正经要做道士，爱十项全能。对，做工课功夫其实拢是做工课啦，咱比如讲要爱分鼓吹，爱会晓拍鼓，你会晓做头前这工课，你会晓做科仪，这是咱做外口这个科仪的功夫，还有倒顶功夫，看日，看日子，这每一样无共，有人会吸收的，有人袂吸收的，其实每一个人无法度拢共款。系啊，是讲你早真领来，这敢是你平常是咧穿的？真领一般人，这安尼遮水的，做酒才有咧用。做酒才有咧用。所以你真领是讲酒的？无，真领歪的。你的？你有做酒？你的你哪无爱穿咧？袂使，伊这物件。咱咧穿这工衣是咧对天尊，来帮这信众来祈求，所以我感觉我个人认为这工衣咱有咧做科仪，才有咧穿。平常是袂使有袂穿。你莫快安尼，我拄则看伊偌紧张呢。你会当买一台车呢？你顶会使买一台车？古早这一领有无？会当买迄时啊，迄个年代差不多一只车。是偌济钱会使买台车？我唔知，因为我小可袂记迄个人甲我讲迄时伊做偌济，但是这即马一领有无？我差不多讲买14万，算俗的。所以这算二手的。这是收的，因为这工即马做无啊。这是用手工是哦。这也做吼，手工包的。这有分包的甲天的，这也做包的。天的就是咱跳绳啊，这是迄做绣针的功夫。这领是包的，但是迄时啊都无俗啊。对啊。你今仔来敢有带来啥物体验要来，互阮试看卖？你想要穿哦？我唔敢穿啊！我会当展开互你看。其实这物件咱的物件拢是咱安尼穿一届，穿一届。哇！展开遮水金这工艺这工艺有学问。咱道教有这个新陈崇拜，就是拜这星。这3粒，这也做3大星。这你看，这6粒对无？南道神君。这7粒
道，大概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这个知识量升济去啊。咱今仔日咱来体验好，现场来体验。好啊。我感觉吼，伊可能是可能有刷到，伊的声音卡掉，卡掉，安尼卡掉，哪后无爽快哦？雄雄无声咧，雄雄无声。那是一个人有问题，你会安怎处理？收的啦，收的，收的，看会讲较好。这就会使收啊吼。这就会使收。我甲收看卖。来，看安尼我会讲你有够无？来帮你摆解。哎呦，假死也传来啊吼。我感觉最近怪怪呢，我刚录节目，叫我扮迄美少女战士啊，佮叫我扮，我收到，迄天叫我扮鬼新娘，我可能是黑白扮。哎呦，刷掉。鬼新娘扮什么美少女战士，足奇怪。扮的第二天就收声。安尼，我今仔日来遮收声。无安尼我感觉吼，你敢若是了着公司的人。真诶。只要美少女战士一时啊鬼新娘，我真正吼，你应该是甲同事间吼，爱较注意。了解，收者。一条面向通发界，一条面向车奶牛，奶牛三人三姊妹上学坏一般同，铁骑马头虎地主，铁骑马尾虎地龙。收魂不收百人魂，转转收起按键信女人啊，三魂七魄齐齐回转本成功。享有信女人，千里间出门早就莫惊东西南北上关落街着惊大险着哟。心神不宁，三魂七魄不安宁，强在案前收魂三叔三洞主，收魂仙林洞主龙，东到山头收魂转，人山尾收撇龟，西到山头收魂转，北山尾收撇龟，中到山头收魂转，山尾收撇龟，收起信女人头中一魂，心中二魂，脚中三魂七魄齐齐回转本成功。新女人啊，强在案前祈求平安迎请，安成三叔三洞主，安仙林洞主龙，安去新书人，十里完成齐齐回转本成功，出门三步，众神辅助出门三时，众神扶持脚踏风界里，新书人祈求平安。大吉利啊，强就案前收魂完明，将神路中请宽做定宽生。新女人啊，出门平安就顺时啊！来下一个，向神恶煞真走走塔风。这时啊，这香爱弹出去啊，但是我。惊等着遮头前个遮摄影大哥，吼，伊下嘿，这无好的物件吼，这甲这香当者出去啊。即摆收惊收了，即摆人感觉有较爽，靠精神，出紧的哦。无啦，伊拄则伫我边啊，伊咧嗨遐，亮的，啊，搁迄个香啊，迄古早人讲，较稳定，原本来拢切着着。啊，你的观音即摆安怎？即个观音？我的观音，会通啊！有通。其实古早人吼，都是听讲吼，讲诶身体无好去听一下迄个先生的凉啊声就好啊。其实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若是伊真正是病入膏肓呢，爱写图案呢。病入膏肓吼，咱画水画歹吼，其实功效拢共款。吼，请咱这祖师来帮阮解决代志，吼，来排解问题。吼，来我画一届互你看，吼，我做一届互你看。你衫无穿起来，我感觉你唔是先生。衫穿起来吼，迄介绍无共啊。你啊，啥讲来？大家就知吼。你要求什么福利？我要求开车平安，我要出国去佚佗。我画一道平安符互你，吼。来吼，来咱维护吼，这其实有一个咱的口价，吼。一寡物件会讲的，一寡物件袂讲的吼，但是不要紧。我即马我做我会讲的物件，互恁吼。吼，平安。咱这画符啊吼，为符头开始，其实我真正吼，我紧张到袂困的，因为我的字吼，真正是。这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有效就好，水歹无要紧。吼，但是咱讲一句吼，咱画符啊。
要画甲人有感觉、有感应吼。首先你的字爱水。安尼哦。对。这都爱搁练字哦。所以阮先生古早就甲我安一直甲我骂，一直甲我骂。伊讲你就是不爱写字，规工耍手机啊。哦，咱这爱学的物件拢不爱学。你安尼学偌久哈？哇，我差不多学10多年安尼，但是我都是哦讲太歹势啊。我感觉你学着较先西工。对，人中。对。你这样讲哦，其实我爱人叫我西工，我袂爱人叫我道长。等起来罚跪啊！哦，伊这我今仔日阮等下加5000块，这就水啊！这阮会叫先生的。哦，字无爱练，吼，怎啊这物件吼，这其实可以见效。这字真正伤歹啊，歹势，我真正就歹势。其实吼，阮套店话吼，毋是这道。你讲动作咧？对，有邓音啦，吼，铁虎鬼啦，吼，这铁虎鬼吼。由反转身，原本是一张纸，顶下写我足歹的字，但是因为我贴符过了，你回去会平安。哦，是，多谢。但先生啊，你安尼拄则安尼话，你一杯阮边仔拢看到安尼，我若回去照你安尼话敢有法，我家己回去好。但是你袂晓贴符啊？去看你咯，安尼尔。贴符吼，这迄内底有阮的心法的，吼。有时啊，阮无念出来，吼。刚我1点关啦，迄1点关啦，对啦，我若教你会晓吼，安尼我就当来食家己啊。对，我真正学10几档吼。啊，有时阵道长咧画进前，其实可能伊家己心内有念啥物咒，请啥物神，甲因的祖师。其实阮在场，我只是阮无看尔，伊是可能伊是念伫心内，爱个转迄三个，有诶讲步气，有一个道气在上面。啊，这嘛毋是我去学伊的动作，就会当学起来。我甲你讲，咱这吼讲到这个公庙吼，讲到这个宗教，真正讲袂完。真的。咱今日咱大家做一个决定，到底你讲今仔日咱的故事有精彩无？要来做伙夜香斗拜无？哎呀，你就甲我收家呢？对啊，对，我第一遍摄影棚去收家。我嘛头一摆伫摄影棚安尼甲你收家。我这加做有精神啊，目睭加做大女的。无共款啦。想要来拜拜，我去拜胡林，救音。你看伊敢若记迄钱尔，想要来拜中国传的来去。来，啊，你有在地无？来，进咯，进咯。